女生一個人在香港，我真的建議你們來學一堂格鬥防身術。有些底氣真的只有練過才知道。一進門就看到牆上掛滿了照片、證書，還有教練金黃黃的獎牌，一看就知道這家不是花架子，是真的有點東西。課程從熱身開始，然後是正式的技巧訓練，內容包括泰拳、摔跤、巴西柔術，甚至還有冷兵器防衛，實用性很強。而且教練非常耐心，每個動作都會拆開講，讓你反覆練習到形成肌肉級別。像我這種手腳不太協調的人，教練也會一直溫柔的糾正，他會反覆提醒怎麼保證自己的安全，完全不用擔心受傷。一起來上課的男生女生都有，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同學，氣氛很輕鬆。不僅能學到很多實用技巧，還能認識很多新朋友。課程結束後，大家一起拍了張大合照，真的很開心。結束後，教練發現我對打拳還挺感興趣的，二話沒說又帶我練了一會打沙包。這種願意盡可能多教不計較的教練，真的很難得。而且這個價格真的太讓人意外了，2小時小班課才200港幣。如果你跟我一樣想多練幾次，一個月1500就能無限上。泰拳摔跤法由隨便選，上完還會給證書，真的成就感和儀式感拉滿。不管你是想學防身、想減壓，還是單純想動一動，都可以直接穿來建立地層。這間每週6還有免費體驗課，地址放在評論區。我們下期見。